Hello，大家好。嗱，翻到嚟咧最後一堂啦，我哋課前預備片就係講 Magic Egg 第8堂。OK，好啦，嗱，大家都唔經唔覺啦，睇咗一堆嘅片段啦。OK，財務知識嘅錦囊又有啦，股票 Magic Egg 嘅7堂重要嘅概念。OK，關於大家嘅投資咧，有冇所得着，有冇變化咧？嗱，呢啲係我最希望喺大家咧睇咗一段嘅片段咧，用咗一啲嘅時間啦，我最想你哋咧係有所得着嘅地方。OK，嗱，最緊要係咩咧？過往如果贏錢自己表現唔好，梗係想贏翻噶啦，啱唔啱 ？OK，好啦，咁但係過往一啲嘅錯嘅習慣啦，特別係咩咧？對於股票要靠估啊，即係所謂靠 feel 啊。300蚊嘅阿里巴巴跌到落200蚊，咁係咪覺得好平？於是乎想撈底咧？嗱，如果你過往都係一啲靠感覺行事咧，我相信即係呢一堆嘅片段你學完之後咧，肯定係大有得着，一定出去江湖行走嘅時候咧，大有斬獲噶。呢個可以肯定 guarantee 到噶啦嚇。好啦，咁嗱，都多謝大家即係陪伴咗我諗都加埋肯定有幾個鐘頭嘅時間啦。你可能一邊抄住 notes 啦，咁一邊又喺度洗滌緊自己個腦袋啦。咁嗱，which is 如果你都有做咧，咁我覺得就值得加去啦，值得鼓勵啦。成件事咧就即係一定係得着好大㗎。好啦，嗱，咁今日咧講到最後一條片段啦，就係講 Magic Egg 嘅最後一樣啦，就係關於股息啦嚇。嗱，我諗喺開始片段之前咧，嚟一個即係個準備啦。嗱，股息當然都聽落就好 happy 嘅嘢啦。嗱，但係咧聽完呢一堂咧 ，OK，咁我哋跟住應該咧就會喺課程見面噶啦，就即係正上我哋嘅5S 呢個4堂課程啦。OK，嗱，我希望咧即係大家都有一個相同嘅起步點，咁然後進入我哋個課程啊。嗱，因為課程咧我就將一啲 basic 嘅我直頭 skip 噶啦。OK，因為最講精髓啊，講個肉啊精華所在，咁希望你哋咧全部都能夠同一個起點開始 ，OK， 好啦，咁嗱，所以咧強烈建議啊，如果你未熟啊，等等咧，咁我希望你可以睇多幾次啦 ，OK， 做多少少嘅 looks，OK， 好啦，但係做完 looks 咧，我更加想你係咩咧？真係入到個心，入到個腦啊，成為你自己嘅一種諗法 ，OK？ 咁呢種諗法咧，去到你面對股票市場紅紅綠綠嗰啲嘢咧，日日喺度變化嘅時候咧，就成為咗你嘅護身符啦 ，OK？ 好啦，嗱，呢個護身符希望記得袋住喺身度啊！嗱，翻到嚟先，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講下，即係最後一集啦，就講下股息嘅諗法啦。OK， 好啦，嗱，咁鏡頭前咧去翻呢一個鏡頭前先啊，咁同大家睇一睇呢個 Magic Egg 嘅重溫。OK， 好啦，嗱，呢個 Magic Egg 咧，我諗頭7樣嘢咧都大家都記得啦，市值啦、現金流、帳面 ，OK， 帳面值、回報率、資本開支、現金負債 ，OK， 好啦，咁正咧今日就講股息啦，最後一樣嘢 ，OK， 嗱，呢個股息咧真係好過癮 ，OK， 嗱，過癮在啲咩地方咧？你問下自己，多唔多人買股票收息㗎 ？OK， 應該都多㗎喎，但係咧買股票收息嗰啲人嘅諗法咧就係，哎呀，我哋買股票成日都輸。我都唔諗住靠股票升值㗎啦，我退而求其次咧就，順利利都係收下7厘啊、8厘啊、9厘啊、10厘息，即係我都完啦。OK， 多唔多人咁樣諗嘅咧？即係炒股票炒到，輸到唔識講啦，唔求升值㗎啦，根本大部分人可能都已經轉咗求收息。OK， 但係求收息一樣慘，賺息蝕價，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啦，係咪？好啦，咁明明諗住求其收下息都算啊，結果就收息。股價照跌 ，OK， 一樣都係賺唔到錢嗱。咁股息咧就我諗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吓，咁但係如果你話求收息發達又好似難啲咁 ，OK 嗱，但係股息咧有好多種好 tricky 嘅諗法啦。今日呢條片段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冇 ？OK， 好啦，嗱，事不宜遲啊，嗱，啱啱就講過有冇人買股票收息，咁梗係有啦。嗱，大嘅基金即係美國嘅退休基金啦，我哋嘅 MPF 啦等等，其實有好多錢咧就即係攞嚟買股票，諗住係收息嘅。OK， 好啦。咁收息唔使多啊，多個定期都叫幾爽啦，係咪？嗱，今日就4厘、5厘啦，定期已經。如果你買股票收息，喂，有得7厘啊、8厘啊、9厘啊，咁其實都差唔多成倍嘅喎，比起定期。咁 which is，只要價唔跌，其實都 OK 啊，係咪？嗱，不過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正最慘嘅就係，我買股票諗住收息，點知個股票又跌價。例如我收10厘息 ，OK， 我收完10厘息，股票又跌翻價。
咁啊，其實咪即係冇收過，啱唔啱 ？OK，好啦，咁啊真係幾頭痛喎嚇。點玩法咧？點樣賺錢咧？我而家同大家高呼下啦。嗱，咁啊講翻少少 basic 嘅概念先。OK，好啦，何謂股息率等等。OK，好啦，咁啊股息率係咩咧？你一定要留意知道咧，就係每股派息除以嘅股價咧，就係呢個就係股息率啦。咁啊咩意思啊？咁嗱，如果你買股票嘅時候係5蚊一股 ，OK，嗱，如果佢派息每股派1蚊 ，OK，咁呢個係咪叫20% 咧 ？OK，好啦，咁啊如果唔係派1蚊咧，派5毫子咧，咁啊呢個就叫10% 嘅股息率啦。OK，好啦，嗱呢個應該唔難理解啊，係咪？嗱，股息率啦，得嗱呢個股息率咧，其實咧，譬如喺建設銀行啊等等咧，其實都有寫嘅。OK，嗱咁啊呢個股息率咧，譬如攞去睇睇啦。OK，每股派息 OK 0.439係咪啊？見唔見到 ？OK，好啦，咁啊嗱呢一個嘅就係佢派出嚟嘅息啦。哦，原來你喺4個9毫7買呢個股票咧，你可以 expect 佢上年就派緊呢個息嘅，咁你就即係做條 formula 就知啦，就係0.439，咁就除以4.97啦，係咪？咁啊呢個就係佢你買股票的股息率啦。好啦，除一除完之後咧，你就發現咧，現價買建設銀行咧，咁就有8厘8息啦。咁啊，base on上一年嘅數字去推測今年啦嚇。咁啊8厘幾，喂，如果你定期係4厘5厘，咁係咪都有一倍啊嚇？咁啊，聽落都唔錯喎，係吸引到人嘅。OK，係吸引到人嘅8厘幾啊。咁呢一刻咧，啲內人股我拍片嘅時候咧，大概都去到9厘10厘噶啦嚇。咁啊嗱，記得啦嚇，息口如果利息嘅多咧，得2個可能嘅啫。第一就係派息高，個分子高 ，OK。第二就係個分母低 ，OK，即係股價低，咁你就會收到嗰個股息率就會高噶啦 ，OK。好啦，嗱呢一個就建設銀行啦，咁嗱你都可以望一望咧，有啲月派息嘅基金喺出邊所謂 ，OK。月派息嘅基金，嗱望一望啦，咁呢隻基金就咩咧咁 ，OK。好啦，除淨日資產7個半，咁啊跟住咧年度化收益咧就8厘7，咁啊又有8厘幾喎呢隻咁嘅基金嚇。咁啊投資咗啲咩咧？咁佢就買啊，哇喺呢隻基金咧就買一啲嘅高收益債券啦。BBB 以下嘅信貸質素啦嚇，即係嗱，你留意到我拍過其他嘅片段啊，教過你噶啦 ，OK 啊？喂，高收益債券 BBB 級以下，其實咧係垃圾債嚟嘅，垃圾債 OK 嚇，咁啊先得8厘，真心 OK 啊？垃圾債唔會8厘咁少嘅 OK，係應該要高好多嘅啊。咁啊嗱。呢啲嘅基金咧，即係如果係攞3成錢嚟買垃圾，都係派得8厘俾你，我就覺得太過少啦。OK，咁啊不特止喎，留意下資產淨值7個半，咁其實咧就係由10蚊碌落嚟嘅。OK，即係個股價由10蚊碌到落7個半，咁其實咧即係買呢啲咁嘅派息基金又係輸錢㗎喎。嗱，輸錢係關鍵啊，各位。OK，嗱，你知道點解輸，你就知道點可以贏㗎啦。OK，好。最重要嘅事咧，你試下諗下 ，OK？話派息 ，OK？無論股票好、基金好，派息嘅息喺邊度嚟嘅 ？OK？從何而來？你試下諗下 ，OK？石頭爆出嚟噶，唔係噶，OK？從天而來啊，唔係噶，OK？都唔係。嗱，你諗一諗就知噶啦。究竟派息嘅錢喺邊度嚟？只有2個可能嘅啫，唔會有第3個可能嘅 ，OK？第一 ，OK？有2個可能，第一。喺利潤度分派 ，OK 即係咩咧？做生意賺錢，做生意賺咗錢，譬如我賺咗1000萬，咁我咪有派晒出嚟，咪1000萬咯 ，OK？喺利潤分派賺錢係有啦，咁啊蝕錢可唔可以派息嘅？蝕錢都可以派息嘅喎 ，OK？蝕錢係派息，咁錢又喺邊度嚟啊？咁 OK？嗱，錢咧就喺本金度嚟啦 ，OK？咩意思咧？咁 OK？嗱。如果你俾咗10蚊俾我 ，OK，俾咗10蚊俾我，我又派翻1蚊俾你，你係咪有10厘咧 ？OK，好啦，我呢件事咧枕住做10年 ，OK，我就將你俾我嗰10蚊咧，我就俾翻你啦 ，OK，好啦，咁啊，其實你有冇賺過錢啊？我想問下 ，OK，你俾10蚊我每年俾翻1蚊你，咁呢啲我就冇攞你嘅10蚊嚟賺錢嘅，咁結果我成件事就係由本金派發嘅 ，OK，好啦，咁你俾咗10蚊我，俾翻1蚊，咁你本我咪得翻9蚊咯。咁下年咪得翻8蚊咯。好啦，從本金派發，咁你話好唔好咧 ？OK，咁啊，梗係唔好啦嚇。如果從利潤派發，咁啊當然就比較理想啲嘅。OK，只有呢2種可能嘅啫，你 mark 低 OK。利潤分派好啲
本金派發垃圾 ，OK 嗱，你記得咯呢件事。咁你所以咧睇財務報表嘅時候，你一定識得分嘅。我經過即係咁多個片段教咗你咧，你應該知道，咦，利潤喺邊度嚟咧 ？OK，本金又應該喺邊度望咧？係咪？嗱，利潤記得咯 ，free cash flow 嗰啲咪利潤咯。OK，本金係咩啊？本金你啲身家資產負債表裏邊嗰啲資產就係本金啦，好唔好？好啦，咁啊嗱，所以咧派息究竟係賺錢派翻嚟 ，OK？嗱，賺錢翻嚟咧，然後派俾各位，定係割肉為利，兩者重大的分別 ，OK？好啦，嗱，兩個逐樣我哋 detail 探討啊，好唔好？嗱，如果係從利潤分派 ，OK？嗱，佢就即係利潤係咩啊？各位仲記唔記得咧？利潤嘅話咧，多數情況就會係喺自由現金流度嚟嘅 ，OK？ 好啦，咁啊，自由現金流大家識計啦，係咪？嗱，如果自由現金流係正1個億 ，OK？ 好啦，正1個億嗱，甚或乎我用個 example 俾大家睇睇 ，FCF 係100億 ，OK？ 好啦，如果係派息派到50億嘅錢，嗱，呢個叫做50% 的派息比率 ，OK？ 好啦。至於高定低咧就講唔埋嘅，講唔埋，因為可以派100又得，可派突都得，唔派都得，都係董事局話事。OK 嗱，但係你要諗嘅係乜嘢咧 ？OK 好啦，派咗嘅息，即係例如呢一單嘢咧，100億賺咗，派50億俾你，派咗嘅息咧就入咗你個荷包，係咪 ？OK 息啊嚇，你收咗啦，係咪？好啦，咁啊跟住係咩咧？冇派嘅息，即係剩低嗰50億去咗邊度 ？OK 去咗邊度？嗱，你試下諗啊！剩低嗱50億落咗你袋，50億係其實係咪留咗喺公司先 ？OK， 好啦，留咗喺公司咧，結果就係一個啦。下年嘅本金呢個身家個 E 啊 ，OK 大咗，好啦，大咗嘅話會影響啲咩咧 ？OK 就係影響下年嘅 COE 啦，即係話你啲錢一路佢賺完唔派，賺完唔派，係咪變成咗佢嘅本金先 ？OK 好啦。隨住個本金越大，但係如果佢賺錢嘅 COE 跟唔上咧，咁樣係唔掂噶喎。OK， 越放得多錢俾佢，佢都唔幫你賺錢，即係個 COE 跌，那是非常不好的結果。OK， 好啦，嗱不過咧，如果留咗啲錢俾佢，佢又幫你投資，又繼續識得錢搵錢，錢生錢，咁我又覺得咁就 very good 啦。OK，嗱，所以永遠都同 COE 有關嚇，呢個利潤分派。好啦。What if 係從本金分派咧，各位 ？OK， 好啦，嗱，如果係從本金分派咧，你又得一個可能嘅啫，你一定要有身家嘅。OK， 好啦，身家例如係咩啊？你要有大量嘅現金啦。OK， 好啦，你先派到錢噶嚇。好啦，第二咧就係你要有好厚嘅資產啦。好啦，嗱，呢個資產係咩咧？如果我嘅資產攞咗嚟，譬如做餐廳 ，OK， 咁你餐廳咪變咗咩沙煲罌罉啊，變咗裝修啊，呢啲咪你本來嘅錢咯。好啦，嗰啲錢咧，即係變咗沙煲罌罉，變咗牆紙，變咗架餐，換唔換得翻現金俾翻你咧？係唔得噶喎。OK， 好啦，咁啊又有一個可能咧，就即係有咁嘅機會嘅。OK，嗱，一係就好有現金，另外一個咧就係剛剛做完重大資產出手，即係將佢啲廠房啊，將佢啲物業啊咁。賣咗 ，OK， 好啦，賣咗係咪變翻現金翻嚟啊？好啦，嗱，一變咗現金翻嚟咧，就有權係乜嘢咧？有權派高息啦 ，OK， 好啦，咁啊，其中一個例子啦 ，OK， 華晨中國啦，咁啊派咗30厘息嘅唔止啦，搭下可以搭咗成50-60厘息出嚟啦，已經 OK， 好啦，嗱，呢個就係華晨中國啦，咁我哋都即係見到一啲係做重大資產出售之後咧，跌咗入去打劫價，又撈到一冚嘢嘅 ，OK， 好啦，嗱，呢啲例子就係從本金派發，咁於是乎你可以跟住我哋啦，望通告又好啦，俾我哋 update 俾你嘅資訊又好啦，咁你就可以即係捕捉到呢一種嘅賺錢嘅機會啊！好啦，咁啊，當然係咩咧？更加好就係用打劫價撈佢翻嚟啦，嗬 OK， 咁啊，打劫價咧，堂上再同大家做一個分享，究竟係點做 ？OK， 嗱，兩種可能啦 recap 翻，從利潤賺錢賺翻嚟派嘅 ，OK， 或者從本金佢嘅資產分派得唔得？好啦。最唔好就係根本就冇賣過資產，係你俾我俾翻你，呢啲就最差噶嚇。咁啊唔好做呢啲投資啊，各位。OK， 好啦，嗱，
咁啊，亦都睇睇啊，有一隻吉林長農藥業啦，我哋用打劫法賺咗幾多咧？呢隻 OK，咁啊上年啊執咗即係40厘息啦 ，OK，咁啊用打劫法執翻嚟嘅，就係派一啲嘅息嘅諗法啦 ，OK，好啦，咁另外呢一隻咧就廣亞控股，咁啊好多同學啦啱啱借咗噶啦，咁啊呢隻係咩咧？我哋係2毫子買翻嚟嘅，咁咧就派毫半息，咁啊誇張啦，係咪？75厘息啊 ，OK，呢隻係我哋收咗75厘息的股票，都係用打劫價賺翻嚟嘅。咁啊，嗱呢啲咧就係賺錢累積咗好多現金一鋪清出嚟 ，OK， 好啦，咁啊嗱呢一種就係我哋收到高息嘅玩法賺到嘅錢啦，希望大家跟住我哋都一樣可以賺到啦呢啲錢，好啦嗱，咁我攞個例子同大家計下騰訊嘅派息究竟點計嘅，我想大家掌握呢一條嘅數學，好唔好？好啦嗱，望一望騰訊先 ，OK。嗱呢個嘅 FCF 咧，2022年 OK， 好啦咁啊，大家應該即係記得點計噶啦，就係146091，跟住咧就減去購買物業設備啦，呢個資本開支，咁啊得出咧就係1234億 OK， 好啦嗱呢個就係騰訊嘅自由現金流啦喎 OK， 好啦，知道咗之後有咩事咧咁 OK， 好啦嗱望一望。騰訊啊 ，OK， 好啦，嗱，你留意到咧喺副圖嗰度咧，騰訊佢就會寫住啦 ，OK， 騰訊派息21.4，OK， 好啦，咁啊，唔係21.4嚟嘅喎，等一等啊，好啦，cut 一 cut 啊，幫我 ，OK， 好啦，咁啊，翻嚟呢個先係嘅 ，OK， 好啦，嗱，望一望個騰訊先 ，OK， 嗱，騰訊就300幾蚊啦。嗱，你見到富途呢個股息就21蚊，咁啊不是㗎，因為佢係派咗京東嘅股票出嚟啊。嗱，真係派錢咧就喺呢度嘅 ，OK， 錢喺呢度，每股派息2個4啊，大家望一望啊，2個4啊 ，OK， 21蚊呢個係京東的股票啊 ，OK， 好啦，嗱，真派錢咧就派2個4，嗱，想大家學一件事係咁樣樣嘅 ，OK， 喂。每股2個4，實際嘅錢即係派咗幾多錢啊 ？OK， 我講緊吓，好啦，咁啊點計嘅咧？咁嗱，原來咧每一股就2個4，咁騰訊究竟有幾多股咁咧 ？OK，嗱，騰訊咧係喺呢度95.88億股啊。嗱，咁於是乎你想你哋咧學識計錢啊？錢嘅意思係咧，原來係咁噶，每一股咧2個4。total 佢有95.88億股，嗱，於是乎你做一個乘數就係2個4乘95.88億 ，OK， 咁你就得到咩咧？就得到230億錢。好啦，咁啊原來係咩咧？騰訊 total 係派咗230億的錢嘅現金出咗嚟嘅 ，OK， 好啦，咁啊嗱，你哋要掌握一個咧就係叫做派息率嗱，各位 ，OK， 咁啊。睇佢係咪割肉餵鷹啊，定係賺翻嚟俾你嘅喎？嗱，呢個係重要指標啦嚇。嗱，咁你記唔記得騰訊咪有 free cash flow 嘅 ？OK， 好啦，嗰個 free cash flow 咧1234億係咪？好啦，嗱，咁其實做咩嘢咧？派息嘅錢就係230億。好啦，佢嘅賺翻嚟嘅錢就1230億，即係賺咗1200億，我派咗230億俾各位。OK， 好啦，咁嗱呢個派息率咧就係18.6%啊 ，OK， 好啦，嗱，咁啊，我呢度講咗句咧，就轉翻港元一致啦吓，嗱，因為點解咧？咁啊賺錢係人仔嚟嘅 ，OK， 派息俾你咧就港紙嚟嘅 ，OK，咁嗱，所以咧你就即係幫我做一件事就得噶啦，以後計數幫我呢度唔咁複雜啦，1234億人仔轉翻港紙除佢就得噶啦 ，OK， 好啦，咁啊唔搞咁複雜字，我想你明咗何謂派息率啫 ，OK， 好啦，嗱，咁呢個派息率就18.6%，好啦。咁你試下諗下，係咪從本金派發啦？咁啊唔係咯 ，OK， 係由賺錢翻嚟咧派俾各位嘅嗱 ，which is 就比較好啲，一定好過喺本金揞俾你嘅 ，OK， 嗱，派18.6啦，咁你可能就會要問啊，你唔係可能係直頭要問一個問題嘅 OK， 71.4去咗邊度咧 ？OK， 去咗邊度咧？各位 ，OK， 就係留翻喺公司啦 ，OK， 嗱，你試下諗下就會咩咧？咁公司係咪多咗成1000億嘅錢先下一年？好啦，咁於是乎咧個新加個 E 咧又多咗1000億咯。我覺得作為股東咧，賺多咗成1000億俾嗰間公司。OK， 好啦，喂，你攞咗我咁多錢又唔派俾我，你攞去做生意 ，OK， 賺翻高嘅 COE，OK， 回饋翻我哋，咁我 OK，OK，
立咗我啲錢又唔知攞嚟做乜鬼，攞嚟買遊艇，攞嚟溝女，唔知攞嚟做乜 Q 都好 ，OK 咁就非常之唔得 ，OK 明唔明先呢度？好啦，咁嗱，大家你就要諗啦，咁所以派息嘅比率高好定低好嗱？咁有幾種 scenario 啦喎 ，OK 好啦，派息率高好低好有幾種 scenario，我同大家高呼一下 ，OK 4個可能嘅啫嗱，第一個可能係咩咧？賺錢有 free cash flow，同時派高息 ，OK good 唔 good 啊？你哋覺得？咁樣梗係 good 啦，係咪？即係話你賺1000億，你又派1000億息，哇！咁發達啦呢鋪 ，OK？息口就好高啦，隻股票枕住我哋都收好多息 ，good 嘅。好啦，你只係需要問一件事，究竟就係佢條 free cash flow 可唔可以持續嘅？係咪 stable？OK？係咪會繼續增長 ？OK？如果都係，咁就梗係 good 啦，係咪？賺錢又派高息啊！好啦。但係好似冇咁爽噶喎，世上冇咁如意啊！嗰啲董事啊，梗係咩啦？喂，做乜派俾你班股東？我做嘢咁辛苦，係咪？梗係留翻我自己袋啦。咁都係多嘅呢種機會。OK，即係都係咩咧？賺錢就派低息。OK，好啦，即係話咩？好似騰訊咁賺成1200億，我咪派翻200億俾你班友咯。咁 OK，好咁200億其實為得嗰幾厘嘅啫，為咗除翻股價嚇。好啦，我覺得如果賺錢派低息咧，都係 good，only if 即係話唯一只係如果佢 COE keep 住都係高 ，OK，咁我覺得都係 good。咩意思啊？咁我哋咪留咗1000億俾騰訊嘅。如果你攞住我呢1000億又去做生意，又幫我賺20%、賺30%，即係嗰1000億再賺200-300億每年 ，OK，咁我覺得都還可以嚇，COE 高的話，好啦。但係如果我放低咗俾佢啲錢，佢又即係不思進取，唔知攞嚟投資乜嘢，或者直頭放咗喺度甚至乎好似數碼港科技園嗰啲，喂攞咗啲錢乜 Q 都唔做，做定期。我話大佬，你識做定期，我唔識做定期咩？啱唔啱啊？OK，錢你俾翻我哋股東我哋自己做定期係咪即係4厘5厘，我哋自己識賺噶嘛？你啲錢俾翻我啦，係咪20厘30厘，咁我哋又唔係咁易賺到喎，於是乎啲錢咪俾你啦，係咪？嗱，咁就 fair game。好啦，但係大部分時間都冇咁 fair 嘅咁所以咧通常都係派低息咁派低息 good only if COE 高，COE 低就唔得，打個交叉所以一定係會有影響股價嘅。OK， 好啦，第三個可能就係唔賺錢又派高息。好啦，咁於是乎你就要問啦，錢從何來？好啦，錢從何來咧？兩個可能嘅啫。OK，第一本身有現金，第二就係啱啱我講賣完資產，啲錢又翻嚟嗱，呢啲機會係可以捕捉，喺財務報表又好，通告都好，咁跟住我哋咧係可以捕捉呢一種唔賺錢又派高息嘅50、60厘、70厘、80厘一樣捉到，得唔得 ？OK， 好啦，第四種可能唔賺錢又冇息，即係間公司唔賺錢 ，OK， 生意唔賺甚至乎蝕錢。好啦，息又冇，咁我問你啦，買嚟做咩？呢股票係咪買嚟就得一個諗法嘅啫，博佢會炒股票。OK， 你係得呢種諗法㗎咋？好啦，咁炒股票咁幾時知咧？會唔會升咧？咁咪唔炒上炒落得唔得嘅咧？咁呢啲就係一啲虛嘅諗法有機會我仲唔得即係再同大家講咁但係對於即係大部分嘅人嚟講，唔賺錢又冇息，真係買嚟托咩？係咪？咁冇興趣呢啲 OK 咁我都唔建議你做OK， 好啦，嗱，4個可能咁跟住就講翻咯。嗱，係咪啲錢留咗喺佢度之後咧，就會分兩個結果？第一，佢本身係 COE 高；第二，佢本身就 COE 低。嗱，又得呢兩個可能，又同大家高呼話好冇？好啦，如果 COE 高，如果隻股票本身 COE 高，即係咩咧？攞你哋啲錢，攞我哋股東啲錢去投資，佢係叻仔嘅，賺錢叻仔，賺錢快，賺錢 percentage 大。OK， 樣樣都好。咁如果係咁咧，我覺得本身如果係一個高 COE 嘅股票，最好唔好派息。你話羅文 Sir 咁奇怪唔派息？我話係，你派息俾翻我就係即係俾錢你投資，我就係想你 percent 高啊嘛。咁我咪俾錢你咯。全世界資本都係咁噶，邊度回報高咪去邊咯，係咪做電動車好賺錢咪去電動車咯，係咪OK 咁喂買樓而家唔賺錢，咁咪唔買樓啦，係咪？啲錢自己識得走噶喎。OK 好啦，咁
嗱，如果係高 COE，希望你唔好派息，講真嘅，OK 啊，咁啊會點咧？錢留低俾佢增值，複息增長，OK 嚇，即係今日100蚊賺咗20蚊，咪有百二蚊咯，OK， 百二蚊繼續賺20%，下年咪144蚊繼續咁去，OK， 好啦，如是者股價又會升，OK 啊係好嘅，好啦，咁啊但係啦。如果佢啲錢一路搭，係咪啲錢越嚟越多？好啦，錢越嚟越多，你有個幸福嘅煩惱。個幸福煩惱咧就係推唔喐個 COE 啦。OK， 本益太大啦，賺唔得翻以前嗰啲錢咯。OK， 好啦，咁於是乎係點咧 ？COE 會跌，甚至可能由20-30% 跌翻落去個位數，即係7啊、8啊、9啊，甚至乎更加低啦。OK， 好啦，如果真係即係咁樣發生咧？呢啲所有高 COE 嘅股票就會光輝不再啦。OK， 好啦，即係以前曾幾何時佢係一隻高增長股，即係例如以前啲匯豐啦 ，OK， 以前啲長江基建啦 ，OK， 甚至乎嘅中電等等都係一啲係高增長股嚟㗎嚇。好啦，但係隨住佢賺錢，跟住又唔派足息出街，於是乎啲錢越搭越多，越搭越多。OK， 好啦，咁就 COE 跟住跌咯。一跌 ，OK， 仲係咪高增長？唔係咯，OK， 變成咗喺我哋嘅系統裏邊一啲叫烏龜股 ，OK， 增長好慢，錢太多，咁係唔 OK。好啦，如果係咁咧，佢就會變成點咧？就會變成一啲係簡單普通嘅收息股，中電啊、煤氣啊呢啲咧等等啦，OK，做翻收息股咁好唔好啊？好似唔係我哋呢種諗法喎，即係中電啊、長建啊、煤氣呢啲 OK， 我話收息咪普普通通冇乜特別，我就嚟擺定期收息都多過佢係咪？無謂投資啊咁如果嗱記得咯 ，COE 高變成 COE 低咧，佢就會變成呢種咁嘅諗法，唔再係火箭炮啦，變成烏龜 OK 烏龜就即係跟得我哋學，冇乜投資價值啫係咪？咁你跟我學。都唔使跟啦，係咪啊？你自己當初識得買中電、長建、煤氣嘅啦，係咪？嗱，但係如果你跟得我就唔會建議你做呢一種烏龜的投資，係唔會發達、唔會快脆嘅。OK， 好啦，咁高 COE 就咁樣樣。好啦，低 COE 又點樣樣咧？各位 ，OK， 好啦，如果係低 COE 股，嗱，錢咧，如果留喺公司，既然你啲增長咁慢 ，OK， 嗱，咁係會點啊 ？OK。你係應該將多餘咗嘅錢，即係佢用唔着嗰啲錢，甚至乎你攞去做定期嗰啲錢 ，OK， 退翻俾股東。咁點退啊？咪就係派息咁退咯，係咪？但係啊，世事邊有咁美好嘅咧？係咪？即係哇，你試下俾你做着嗰間上市公司老闆啦，即係如果你有好多錢 ，OK， 你梗係喂留住喺我銀行戶口，我自己支票簿簽到名，我自己控制到，我係都唔派俾你班股東多數都係咁嘅 ，OK， 好啦，所以世事又冇咁美好。嗱，如果真係咁咧，錢砸晒喺人哋度，你又唔識幫我增值，咁咧係唔 OK， 係極度唔 OK 嘅 ，OK， 所以多數股價都係跌 ，OK， 好啦，係十分之唔好啊呢種諗法 ，OK， 好啦，所以咧低 COE 嘅股票咧就會非常唔值錢，股票就係咁跌。嗱，咁當然啦，跌下咧，因為好多資產啊嘛。跌下咧，跌到一個位，喂，我哋又出嚟咯，賊仔就出嚟咯 ，OK， 就等我哋打劫佢啦 ，OK， 即係資產好多，資產咁多嘅，股價咧就咁低嘅 ，OK，咁我哋就用好少嘅錢就搶佢啲資產啦，咁我又出現翻投資機會啊，咁呢啲咧等打劫佢得唔得 ？OK， 咁打劫到我哋又執倍數噶咯，好冇？好啦，嗱，啱啱就講咗高同低 COE 股票嘅派唔派息嘅諗法啦，係咪？好啦，跟住我又講下一啲即係高息股啦 ，OK？ 好啦，嗱，可能我哋成日都話買咩咧？即係而家最高息嘅股票可能就係內銀股啊、石油股啊等等啦，呢啲係即係高息 ，OK？ 好啦，如果穩定嘅股息 ，OK？ 嗱，最緊要係賺翻嚟啊，幾多嚿錢係？好啦，穩定嘅股息嘅話咧，股價咧就相對都穩定嘅 ，OK？ 好啦，相對穩定，你話好又得，話唔好又得啦，即係其實咧就總之係唔爆升啦，你係求收息咯咁最怕都係咩咧？賺息蝕價嗱，最怕都係呢啲嘅啫 ，OK？ 好啦，股價穩定，每年咪收下啲利息，好啦，好似四大內銀咁啦，係咪？
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等啦嚇。嗱，現價咧其實都差唔多9厘就嚟10厘添啦。OK，好啦，但係每年收息嗱，當然佢都仲會除淨添啦嚇，不過唔會除到0嘅嚇。咁啊好啦，每年收息6厘到10厘都好啊，咁 OK 都唔會發達㗎啊，各位唔會發達㗎喎。即係唔會話靠股票可能賺倍數，冇呢啲嘢嘅。OK，好啦，嗱咁如果你係諗 target 內銀股咧，諗住1年收夠籌9厘10厘咁啊。OK，好啦，呢個策略危險，點解咧咁 ？OK，會唔會唔派息嘅咧咁 ？OK，嗱，始終錢喺人哋手啊，會唔會突然間唔派息咧，或者減息咧？哇，咁啊大劑啦 ，OK，嗱，如果突然唔派息或者甚或減息，你係大鑊嘅 ，OK，咁啊點解？諗住買嚟收息，但係咧你唔派喎，喂，咁啊死啦，我買你嚟做乜啦？於是乎係一堆沽壓就出嚟噶啦，咁我覺得就即係 Upside 又冇，唔係好大 Upside，即係賺錢嘅空間又唔係好高 ，OK，但係你面對個風險又似乎都好大喎，即係所謂風險回報唔對稱啊，冇值博率啊 ，OK，好啦，咁啊嗱，我就覺得唔係咁做啊，好啦，咁啊唔係咁做啫，咁啊梗係有啲特別嘢啦，有特別嘢咧，我陣間同你哋 share 下 ，OK，係一啲係高息股咧係有特別嘅玩法嘅，好冇？好啦，嗱。同你哋諗下高息股 ，OK，其實係有一種供求嘅關係嘅。咩意思咧？咁嗱，如果真係講緊高息9厘10厘咧，其實有冇人買？係真係有人買嘅。OK，好啦，咁啊嗱，於是乎咧就有需求。OK，好啦，咁啊喺咩時間會發生個需求咧？各位 OK，好啦，嗱，通常你知咧派得息咧。都係末期業績嗰陣時咧，就會派高息㗎。OK，好啦，咁啊間公司都唔同啦。咁通常可能係3月啊，或者係3月啊、6月啊等等，有啲係末期息啊。好啦，嗱，咁啊，既然係講緊高息咧，喺末期業績就會宣派啦，同時間就係宣派嘅時候就會有一個除淨嘅效果㗎。OK，好啦，咁啊即係派1蚊息，就股價就會跌翻1蚊雞嘅。咁 OK，好啦，嗱，呢種除淨效應點玩法咧？咁 OK。諗一諗個供求關係，嗱，其實係咁嘅喎，因為每年派1次息 ，OK，好啦，你會唔會想等佢派完息之後就開始買股票 ，OK，然後等足364日先派下一次息？你會唔會想咁等 ？OK，嗱，正常嘅人都唔會想咁等嘅，同唔同意 ？OK，好啦，嗱。正正就係呢一種諗法咧，就會發生一啲比較高息嘅末期業績嘅除淨問題出現啦。OK，因為冇人想用364日嚟收息嘅。OK，好啦，咁於是乎係咩咧？個個都係想用短啲嘅時間賺翻一樣嘅息，即係咩咧 ？OK，除完淨之後我就買，咁我等1年先有下一次息，係咪？好啦，咁如果我近啲除淨我先買咧？咁我係咪可能用3個月啦？用2個月啦？我其實一樣收到10厘息嘅喎，係咪？好啦，用短啲時間賺一樣嘅息，呢個就係好多人嘅諗法嚟嘅。OK，好啦，咁會導致係咩咧？一段時間內就供求失衡嘅。咁啊，邊段時間咧？咁 OK，就係派息之前準備派下，臨派息之前就好多人買。點解？好似我啱啱咁講啦。OK，明明都係10厘息啦，咁我梗係用1個月或者用2個月，我就收10厘息啦。即係話派息前嘅1-2個月咧，哇，好多人買嘅。OK，好啦，咁係咩咧？喂，跟住就係，我收咗息啦，咁我就唔想我啲錢又喺度等1年喎。咁於是乎係點咧？派完息就沽噶啦。OK，派完息就沽啦。好啦，嗱，咁啊真係有呢一種情況啊。咁係咩咧？咁我就同大家咧就即係睇睇呢一隻咧就係中國銀行啊。OK，中國銀行嘅一個派息圖表 ，OK， 嗱，我框住咗嗰啲咧，即係呢個紫色框住嗰啲咧，就係除淨嗰個日子嚟嘅 ，OK， 咁啊每年都派息噶啦，呢個中國銀行，咁所以咧就年年都有啲除淨啊，咁呢個係一個年圖嚟噶吓，好啦，嗱，望幾件事先，就係望一望除淨後係咩表現噶吓，好啦，嗱，咁啊睇睇咯，呢個除淨後咧升嘅。OK， 呢個除淨後咧睇睇啊，係即係跌嘅。OK，好啦，呢個除淨後咧跌嘅，呢個除淨後咧跌嘅。OK，好啦，呢個除淨後咧跌嘅，好啦，呢個除淨後咧又係跌嘅。OK，好啦，咁啊跟住就睇下咩咯吓，即係我哋呢一年吓除淨後升定跌啦吓。好啦，嗱，咁你發現咧1年、2年、3年、4年、5年、6年，好啦，
6年裏邊5年都係跌嘅。OK， 好啦，清唔清楚啊？6鋪啱5鋪。OK， 好啦，如果你跟住呢一個方法去玩咧，即係特別係之後你如果學識埋我哋用期貨啊等等嘅方法放大啲槓桿啊，咁你發現咦賺錢都幾爽㗎喎，因為6鋪啊中5鋪啊。OK， 就係除淨後。好多人都唔想再嘥時間等你1年先嚟收你嗰10厘8厘息。OK， 於是乎沽咗佢先，攞翻啲錢嚟玩下其他嘢啦。咁係咪 OK？ 好啦，咁你發現咧真係有種咁嘅情況㗎喎。OK， 好啦，嗱呢個就係除淨後嘅跌咯。好啦，咁啊跟住就係問，喂，咁派息前又點樣咧？咁嗱又望一望啊各位。好啦，嗱最緊要係望咩咧？望個earning 嘅，呢度係望個 earning， 個 earning 就係佢公布嗰陣時公布嗰日嘅。OK， 好啦，咁啊睇一睇啊，嗱公布前咧你見到呢度啊微升啊。OK， 好啦，呢一度咧就呢度咧就跌嘅。OK， 好啦，呢個咧升嘅。好啦，呢個咧就少少跌嘅，咁呢個係升嘅。好啦，呢一個咧又係升嘅，呢一個咧又係升嘅。好啦，嗱你發現咧1、2、3、4、5 ，OK， 好啦，咁啊又係咦中5鋪喎，1、2、3、4、5、6、7 ，OK， 5、7，即係7年裏邊咧又有5鋪都喎，OK， 嗱呢個中國銀行啊，即係咩咧？就係咦？公布業績前，咁啊啲人咧就係用少啲時間買嚟收息啊嘛，係咪？咁所以嗰段時間又係多啲人買嘅喎，咁啊就令到佢升到嘅機會啊都係大嘅嚇。OK， 好啦，咁啊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中國銀行嘅呢過往7年啦，除淨前後嘅供求失衡咯，我哋俾我哋咧執到5鋪執7鋪就執5鋪 ，OK， 或者7鋪執6鋪都係啱邊啱方向啊。嗱好啦，咁啊講咗一啲嘅內銀股喺除淨前後嘅一啲嘅供求失衡嘅玩法啦，係嘛？應該都開到啲眼界，係咪 ？OK， 好啦，咁啊繼續講下一啲咧我哋成日都會面對到嘅。OK， 如果你跟住我學一啲嘢打劫價咧，成日都會遇到一啲嘅賺錢情況。OK， 好啦，就係咩咧？我哋買到特別息嘅股票。OK， 好啦，特別息嘅股票咧，嗱你跟咗我用打劫法咧，或者睇通告咧，一定會執到呢啲股票。OK， 好啦，咁啊係講咩咧？嗱，如果你將來跟住我方法行咧，揾到呢啲股票，我話定俾你知會發生啲咩事嘅喎又。OK， 好啦，如果執到呢啲揀到呢啲股票特別息啊 ，OK， 大過25厘 ，OK， 大過25厘啊，嗱得10厘啊，10零厘咧就效果唔明顯嘅，但係如果有25厘甚或乎以上咧 ，OK 個效果就會好明顯好正嘅 ，OK 好啦，會點咧？又係有除淨效應嘅 ，OK 好啦，咁啊就係咩咧？即係一樣啦 ，OK 想唔想用短啲嘅時間賺25厘咧？咁啊又係同一種諗法嘅 ，OK 好啦，咁於是乎就會發生咩事咧 ？OK 通常有一個 U 型嘅，嗱呢個 U 型係點咧？宣布有高額特別息嗰日，通常都即係 gap up 大升嘅。OK， 好啦，咁之後係點咧？因為除淨宣布到派發除淨嗰一日咧，係有一段時間嘅。OK， 嗱，快嘅可能係半個月、1個月，長嘅可能係2個月，甚或乎係3個月。OK， 就喺呢一個 gap，第一個 gap，第一個位宣布日。OK。跟住就係除淨日 ，OK 嗱呢度可能係有唔係可能一定有一個 gap 㗎，視乎佢長短嘅啫。OK， 好呢一個 gap 咧就會呈現一個 U 型啦，就會係咁樣落去嘅。OK，嗱我陣間俾啲圖你就即係易明好多啦。OK，好啦，會點咧？咁宣佈日大升之後回落，點解啊？咁因為我都即係唔想用，可能用1個月或者2個月嚟收你25厘，我想點啊？我想用幾日就收你25厘喎。咁有好多呢啲人啊嚇。OK， 好啦，咁啊即係個意識係咩咧？除淨之前又會升翻。OK，咁啊個 U 型咁樣兜翻上嚟。OK，除淨後咧，股票又跌噶咯喎。OK，裏面話點啊？我又收咗息，又沽咗佢先，咁啊跟住攞啲錢又玩下其他嘢，同嗰啲中國銀行一模一樣啊。好啦，嗱。咁啊，望一望呢一隻咧就係景福啦嚇，呢隻景福咧就派20幾厘息嘅股票。OK，好啦，嗱望一望啊，呢個位咧就
公布業績，順手啊講埋派高額息，好啦，咁啊於是乎你係見到係咩咧？咪突然間裂口就彈咗上去啦 ，OK， 好啦，咁啊因為係有一個高額息嘅因素啊，咁啊2.9毫啊跳到3.8毫啦 ，OK， 好啦，咁啊一下彈咗上去，好啦，咁啊跟住係咩咧？呢度啊除淨，好啦，即係例如呢個位，呢個位係除淨啦，咁啊 highlight 翻啦，呢度係除淨啦 ，OK， 好啦，咁你會見到係咩咧？係咪好似一個 U 型嘅走勢咧？OK， 睇睇啊，係咪一個 U 型嘅走勢？就係公佈嗰日大升 gap up 咗啦。OK， 好啦，但係隨住時間係咩咧？有人就呢度高位搶，好啦，但係搶完之後咩咧？你要發現咧，等個時間都好耐先收息喎。咁我於是乎就有兩種人，第一種人 OK， 好啦，呢個位追入。OK， 咁所以咪彈上去咯。好啦，第二種就係咩咧？我唔想等成，我等成個幾呢度都成2個月，我唔想等2個月收息喎。咁啊，中間咧就會點咧？咪好似中銀嗰啲咯。供求失衡就即係多人沽就少人買。好啦，但係去到臨尾咧就出現翻啦。OK， 又彈咗上去。就臨尾咧啲人都係懶叻啊，懶叻就呀，我用幾日我咪一樣賺廿幾厘息，係咪啊？啱唔啱？你又啱喎，聽落 OK。好啦。咁咧就會俾即係去到臨除淨前咧又抽翻上去 OK， 好啦，咁啊，如果我哋識玩咧，以後就咁噶咯。除淨前啊可以沽緊一啲嘅股票啊 OK， 咁啊跟住再收埋息，你大概就可以零成本噶啦 OK。好啦，咁啊即係我會強烈建議大家都會咁做啊，趁有人買嘅時候啊沽俾佢啦 OK 嚇，因為我哋梗係咩啦，我哋呢啲位已經買咗噶啦嘛，如果用打劫價係咪？咁啊去到嗰啲位。沽一沽貨，跟住壓低咗個均價成本，再收埋口高壓息，大概就零成本噶啦。你啲股票就會 OK，咁其實好正喎。好啦，咁啊除淨完之後咧，咁你發現咧佢又開始跌咯。嗱，咁所以咧你真係嘅除淨前啊好沽緊啲啦，咁然後即係沽到零成本收息，咁啊好開心啊。OK，好啦，嗱景福係一個情況啦，咁啊再睇睇，嗱呢個係朗新醫藥。當年咧一隻80厘息嘅股票嚟嘅 ，OK， 咁我哋嘅同學賺咗大錢過百萬，但係有人在啊。好啦，嗱，咁呢隻朗新醫藥係點咧？咁 OK， 好啦，咁啊當年就公布業績，咁啊跟住咧呢度就一下抽咗上去 ，OK， 好啦，咁啊呢一冚抽咗上去咧，因為派成毫半子息嘅 ，OK， 好啦，嗱抽咗上去，跟住係咩咧？嗱除淨又喺呢一度啦，咁啊呢一冚就除淨嘅 ，OK。好啦，咁你又發現望下啦，又呈現一個 U 型嘅走勢啊，係咪啊 ？OK， 好啦，嗱呢個 U 型走勢都係噶啦，埋到尾咧就係發現咧最尾嗰幾日咧又係有啲懶醒嘅人咧就衝出嚟啊，收幾廿厘息噶。OK，好啦，咁啊呢啲位咧你見到咧仲有大成交添㗎嚇，呢啲位啊呢幾日啊仲有大成交添，你反而呢一段咧成交又少啲，咁喺嗰段咧你又可以掗一掗人先喎，因為除淨完之後咧佢又瀡咗落去啦，係咪？好啦，咁啊嗱。呢一種咧都係一種即係高額特別息除淨供求失衡嘅一種玩法嚟嘅。OK，嗱你哋將來咧經常都會遇到收到高息嘅股票啊，各位。OK，唔係講笑喎，因為點解咧咁？OK，淨係2023年嘅頭半年咧，其實我哋已經中咗2隻60到80厘息嘅股票。OK，好啦，仲有2隻30厘息嘅股票，咁啊唔使講啦。賺價賺息，咁啊賺到 fat 不得了啊 ！OK 嚇，咁啊嗱呢度咧，即係都會經過一啲嘅除淨效應啦，等等，你都可以賺錢嘅嚇。咁啊有貨嘅 OK， 一定喺打劫價，即係之前晨早已經報落嚟收60厘、80厘息㗎啦。咁然後公佈完彈上去，抽50%，抽一倍，咁呢啲你應該舐晒㗎啦。好啦，咁如果你都冇舐晒，咁你都可以用我頭先講嘅一啲嘅供求失衡啊、除淨嘅一種嘅玩法咧，賺到股票嘅錢嘅。OK 嚇，咁啊變相咧，即係你入市嘅時候都有一啲嘅息口保底啊。咁嗰個向下嘅風險喺除淨前咧就真係唔高啊。好啦，咁啊即係我哋都中過呢一啲嘅玩法。咁啊，有啲咩例子啊？咁 OK 咁啊，呢一啲啦，吉林長隆啦，景福集團啦，咁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知咧，只要你跟住我哋 Magic Egg 啦，學到掌握到我哋即係財報啊、生意啊、財技嘅錦囊各種嘅諗法之後咧，再配合埋堂上邊，我會教你哋一個5S 嘅諗法咧，你就無往而不利。呢一啲嘅高息股咧，全部可以立喺自己手。點樣玩？點玩供求啊？點玩除淨？點玩 U 型？呢啲全部都可以俾大家賺到呢啲錢嘅。OK，好啦，咁啊嗱。
都哇，即係真係感謝大家，亦都係鼓勵大家咧。睇咗哇，都8條片啊。OK，一定係用咗我諗10個8個鐘，或者用咗好多晚嘅一個成果嚟噶啦。OK，問下自己有冇得着。OK，對股票有冇改觀啊？如果有嘅，上堂嘅時候話一話俾我知啊。誒，我哋話好喎，學到完全不一樣嘅嘢，或者學到對於股票或者睇公司完全不同嘅諗法。嗱，如果真係有所改觀，咁我真係恭喜你啦，因為你入到嚟我之後嘅課程嗰4堂咧，你嘅變化係會驚人嘅。OK，會見到完全股票嘅全新嘅一面嘅。OK，嗱，呢個神功如果你掌握到咧，將來就即係同我哋一齊行呢條長勝嘅道路，你就會好舒服、好過癮。OK，賺到人生好多嘅錢㗎啦，好唔好？好啦，嗱，咁啊，作一個 summary 俾大家啦嚇。好啦，作翻個 summary 俾大家啦。嗱，記得 Magic Egg 咧喺我哋即係學過嘅事裏邊咧，做翻一個溫一溫書，好唔好？嗱，市值 OK，好啦，咁啊就係股價乘以股數啦。咁啊，其實即係嗱，記得永遠跟我學咧。你發現我可能好少我講股價，其實我同大家講親成日都係講市值。OK，講市值即係講咗股價噶啦，記得 OK。好啦，咁啊。可能你成日聽我講2億5啊、3億5啊呢啲，咁就係講緊嗰個市值抵唔抵買啊、計數係點啊，咁全部都係攞呢一度啊。OK，好啦，咁啊市值係咁嘅諗法啦，跟住現金流啦，記得 OK，好啦，咁啊帳面值啦，呢個係講緊身家啦嚇。好啦，咁啊跟住就係股票嘅回報率啦，咁好緊要啊，因為我哋第1、2、3堂咧學股票就係學回報率點樣計嘅。OK，唔同行業、唔同板塊、唔同財務狀況係有唔同嘅回報率嘅。OK，好啦，就算喺加息周期、減息周期都有影響。OK，好啦，咁啊跟住就係資本開支啦，煤氣公司啊、中國移動啊、物管股等等，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嗱，唔同嘅生意都係有唔同嘅資本開支。好啦，咁啊跟住就現金啦，揸人錢啦，最後就係今日嘅股息嘅一啲嘅操作啦，好冇？好啦，嗱，咁啊真心多謝大家陪咗我好多個晚上。OK 吓，咁啊寫咗好多嘅碌屎，亦都用咗好多嘅腦汁啊，但係你嘅付出一定會有回報嘅，好冇？好啦，咁啊嗱，如果未聽得明、未跟得晒嘅，再睇多啲我哋嘅片啦。咁啊睇多幾次啦，好冇？咁亦都記得啦吓，即係同學，我哋互相 support 下啊。咁喺堂上邊咧，多啲問問題 ，OK， 互相鼓勵，因為答案就無分對錯，永遠最緊要係你講到出嚟，我先知道你哋明唔明白噶吓。咁啊，上堂嘅時候咧，多啲互動 ，OK，多啲問下問題。咁啊，不特止啦，如果喺堂上邊咧，大家同學之間咧圍埋一齊咧，互相多啲 support，互相嘅交流啦。OK 咁share 下唔同嘅諗法啦。咁我覺得就寓學習於工作，或者寓工作於學習連成一體，連成一個團隊咧，咁樣嘅學習就事半功倍，好冇？好啦，咁嗱，期待咧喺課程見到大家，非常之多謝大家嘅信任同埋支持啊！嚟緊咧，我都會喺 YouTube channel 啊等等 share 更加多嘅諗法。咁你亦都當然啦，做咗我哋自己人啊，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得閒多啲睇下我哋嘅片段啦，或者喺我哋嘅功課群裏邊咧就多啲問問題啦。咁我會全力解答大家，全力 support 住大家，好唔好？好啦，Magic Egg 最後一條片嚟到呢度啦，希望課程嘅時候咧再同大家見面，好唔好？拜拜。